来看国际新闻，最近洛西亚克里姆林都受到无人机的攻击，虽然乌克兰否认讲是因发动的，也毋过洛西亚嘛是个指控讲，这是美国伫背后使让乌克兰发动攻击。美国白宫是强调讲，因绝对无用任何的方式参与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初四去荷兰访问，嘛去国际刑事法院发表演说，伊讲必须爱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普廷来进行审判。 伫咧两台来历不明的无人机拍算要攻击克里姆林宫，无成功了。随时伫咧克里姆林宫元老院的天顶看到乌烟，看起来敢若是已注定捣毁。莫斯科一开始就讲是乌克兰方面所做的，尾也佫讲美国是抹乌手，因过无提出证据。Что решение о таких действиях, о таких терактах принимается не в Киеве, а именно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А Киев уже исполняет то, что ему говорят. 对此，华府否认讲武装基辅是防卫，并且甲被非法侵占的领导抢夺。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involved in this incident in any way, contrary to Mr. Peskov's lies. That's what they are, just lies. 俄罗斯外交部讲，绝对会对这场攻击做回应，也显示基辅无想要上谈判桌结束战争。随时一台无人机伫咧飞过基辅天顶时阵被拍落。伫迄天，俄军有派20几台战斗无人机去乌克兰，4天内3遍攻击基辅甲乌海港市敖德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迄天是密访荷兰，拜会国际刑事法庭。We all want to see different Vladimir here in The Hague. The one who deserves to be sentenced for these criminal actions right here. 荷兰之前已经答应讲要甲丹麦买14台新巴黎坦克，按算巴黎的交会。另外，将会和乌克兰两套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也可会派军事法医专家去乌克兰协助调查战争罪。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